喺前兩日咧，我就喺 Facebook 就睇咗一段消息，就話九龍灣咧有個屋苑就有22座樓，咁咧就22座樓咧得3個全職保安員啊，咁嗰時咧曾經咧就輸入咗我哋勞工咧就超過30名嘅，咁而家咧呢個情況咧就係好多時咧搞到咧保安員人手唔夠，甚至咧有時有突發事件啊，例如爆喉之類咧，嗰啲委員咧都要落手去幫手去頂位，咁問題咧就非常之嚴重嘅，唔知大家有冇認得呢個咧？呢個咧就係九龍灣淘達花園嘅問題啦。咁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咧就點解會22座樓得3個全職保安員咧？咁我相信呢樣嘢就係第一樣嘢，當時嘅管理公司管理就非常之有問題啦。或者法團或者住客都有啲問題出現，搞到嗰啲伙計咧唔肯做長工，所以咧就出現呢個好大問題。但我相信我而家做咗保安咁多年，20幾年，我都未試過22座樓得3個全職保安員，所以非常之嚴重嘅。大家做呢行咧，或者業主咧，真係要認真考慮呢個問題，究竟發生咗咩問題咧？